港鐵主席唔搭港鐵，加價關佢叉事咩？舊年加完，今年再加價。港鐵主席尋日去青年論壇自爆根本就唔搭港鐵，車費貴咗，梗係唔關佢事啦。最大話事人真特首就先係走咗啦。你哋咧，個嘴會講搭地鐵啦，但係1年365日，你有幾多日會搭地鐵咧？會同我哋翻工一族逼上班咧？不過咧，我要承認，我翻工咧日日就唔係搭地鐵嘅。不過我去親機場咧，我好多時候都係搭火車，因為我覺得係比較綠色嘅。咁唔怪得知你不知民間疾苦啦，仲話根據票價可加可減機制，6月加2.3%已經係低過通脹。我哋係一個係一個上市嘅企業嚟嘅嚇，對我哋嚟講咧嚇，盈利係我哋嘅責任，社會責任亦係我哋嘅責任嚇，我哋要尋求一個平衡。香港呢個地方嚇，我諗大多數嘅人咧都覺得係一個行之有數嘅一個商業嘅機制啊，同埋法律機制咧嚇，你唔可以話輸打贏要㗎啦。通脹仲加成人渣，通脹仲加成人渣。社民連就收集市民嘅簽名抗議加價，要求收回加價決定同增加優惠，如果唔係仲有後著。要訓路軌呢係最後一步嘅行動嚟嘅 ，OK？ 咁就係好明顯，如果我哋去到呢一步嘅行動嘅時候，就即係話我哋透過好多嘅方法，港鐵都唔願意去聆聽啊，去接受我哋嘅一啲嘅建議。鄭家富就話：政府應該向港鐵施壓，暫緩加價同設立票價穩定基金。